位伫咧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园区内五帝寮三王庙，原本是一间草木仔厝，过去是和顺寮农场周遭居民的信仰中心。该庙起建伫咧民国62年，由一位外出拍拼、事业有成的吴姓商人，向四草大将庙定海元帅以及五帝寮庆和宫中坛元帅请示，所建立的五坪大的小庙。四草大将庙诶，定海大元帅来落坛。庆和宫保生大帝如来佛祖老中坛元帅来降坛指示，甲伊肯定因三成会当伫即个所在发挥，遍耀万民啦。即回今年的3月13日去台南大天后宫，大天后宫镇南马来塑一个妈祖，来而且互万人拜，遍耀。这个所在安尼，大家拢平平安安。过去这片土地拢是咧种甘蔗，当地居民为求风调雨顺、家户平安，伫40多年前伫遮起庙。后来遮经过规划，改为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用地。伫博物馆完工了后，馆方曾经借此向居民协调迁庙事宜，不过因为向神明跋杯请示，神明拢回答无想要搬。馆方尊重庙建立较早。加上考量到传统信仰，也是台湾历史博物馆重要馆藏之一，因此，互三王庙以新造土地方式原地保留，也形成了有庙博物馆这个趣味的景色。但是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